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9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集权刑事法，防即期危险，包括民进党团、行政院、监察院、总统赖清德拢声称实现加暂时处分。宪法法庭今日针对6大部分裁准，亲像是这听出国情报告人士同意，也个调查权刑事。表示国会等等，拢爱来暂停执行。这个国民党团唔那批评大法官，也讲这司法独立已经死啊。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联手通过国会职权刑事法，刑法表示国会罪引起争议，包含民进党团、行政院、监察院、总统赖清德政府有违宪问题，申请释宪加暂时处分。宪法法庭19裁准暂时处分。总统国情报告。立法委员的质询权，同意权的行使，立法院调查权的行使，以及听证会的举行。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刑法的藐视国会罪这6个部分，然后总共针对了13个条文的全部回顾，然后这个暂停停止适用。那大部分户提出总统国情报告调查权刑事，举行听证会表示国会罪定拢爱伫释宪案宣判进前暂时停止执行。立法院长韩国瑜16日宣布，邀请赖总统甲立法院国情报告，虽然暂时破局，总统府回应尊重裁定，对有违宪议律的法律条文，希望早日厘清争议。行政院表示，正是国会职权受法有重大损害。看到现在大法官全部演都不演了，来因附和执政党来做相关的一个配合说明，我们真的非常的痛心。国民党团会持续努力做释宪的相关准备，就是希望留住最后一道防线。那被反对国民党团批评大法官正做反移动打手，是宪法法庭上可比的一刻。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伫面册发文表达遗憾，指出宪法法庭文嘅受理的申请竟然受理无符合要件，暂时处分也准，互人无法度理解。民进党团尊重宪法法庭暂时处分的裁定，这些争议的条文确实都涉及了有违宪的疑虑。但现阶段，民进党团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全力准备8月6号宪法法庭言辞辩论的筹备。民进党团呼吁在野党停止对大法官的诋毁，现阶段是全力准备8月7日言辞辩论，条件一定会高负激烈的言辞对呛。记者综合报道。真正有中国这旅游界、产业界，也有官员组团来到台湾参加旅展了后，也早起呢有个这中国的海鹰团的174个人来到金门，准备参加这金门收购厦门活动，其中也有20个官员。咱台湾方面为着要表达咱的善意，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也出席活动的开幕典礼。不过，中国海警船今仔日是继续侵扰金门水域，这海巡署也派出4只舰艇监控甲处理。好，再拍一张哦。再挥一手，哎，很好。小三通的准帮到金门，一定人是欢喜甲镜头一手，伊是对中国来的海鹰团，包括福建厦门体育局等20个官员，韩国省的收水好手，拢总174个人，要来参加金厦鹰岛活动。非常的激动了，我已经有6、7年没有来金门，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我是觉得真的能促进厦门和金门的这种体育爱好者能够互相更多的互动。这是疫情过后来台湾上大规模的中国交流团，嘛是总统赖清德就任以来，中国的官员到金门人数上多一摆。根据了解，金门县政府嘛替中国团规划类观光大耍行程，参通金门酒厂、闽南主乐等等，但中国官员低调无被受访。现在目前两岸的氛围要办体育活动，应该是重中之重。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借由这一次的举办，能够突破，让我们金马地区能够尽量开放，让大陆的游客来金门。传出着委会为着要互活动单纯化，审核中方提报名单的时阵，特别是摆拄代办含统战系统的官员。另外，为着要踏善意，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会参加印度的开幕典礼。我想赖总统也好，我方也好，不断的释出善意，就希望能够带动这个双向健康的交流。那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个金厦永渡，和平也永渡。希望说这种军事的对立，或是单向的这个威胁或恐吓，其实都无助于两岸。罗文嘉讲，欢喜看到两岸推进健康有序的双向交流。不过，中国的海警船19同款继续侵扰金门水域。
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咱的海巡是派出4架舰艇，一对一平行监控，广播驱离，过程差不多2点钟。海巡署讲，这是中国海警船7月第3摆以编队来侵扰，今年搞起来已经32摆，呼吁中国体认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停止这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育成文理短期补习班因为牵涉到性侵案件，5月放废止这补习班入学机考。不过最近佫伫咧招生，屏东县政府去查了后，甲这负责人罚25万。今早起强制甲这看板拆掉，就是要避免有家长唔知影佫走去报名。吊车来到这间伫屏东市自由路的文理补习班，准备好势了后，工人开始拆看板。较无1点钟，广告看板招生篷布全部落来。这间补习班的负责人因为牵涉到性侵案件，伫今年5月，互县政府废止补习班的入学许可，不过竟然还佫咧招生。本府依补习及进修教育法第24条规定，严格执行没收广告看板。一直到7月初，还佫学生囡仔伫上课，县政府直接贴广告看板，避免误导唔知影的家长，麻烦负责人25万。这样不太对，这样也要给社会公平一个交代啊。如果说学校老师可能就是还可以说才把他踢出校园或什么，可是补习班真的很难去选。就是只有靠家长去筛。电话phòng拆看板的补习班大门锁定，无法度得到回应。不过教育团体发现，有一寡出问题的补习班总共互人废照，换名了后继续开，呼吁家长平常时爱建立，互囡仔知影身体自主权的概念。遇到代志知影自保也是救援，爱看囡仔是不是有释放求救的信号。跟你说我不想去补习了，碰到某个人的时候会有一种想要去躲闪他的一个反应，然后情绪突然变得很暴躁，其实会有很多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人本嘛，积极推动广泛儿童工作者的认证制度，呼吁伫做甲儿童相关的工作者，拢爱透过第三方认证单位检视了后，才会当接触囡仔，希望医疗的保障会当得到全面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忠文牵涉到台地公的弊案，互指控讲伊利用职权要求台北市警察局调整这监视器网络传输的费率，专案还佫伫咧侦办。不过检方也发现讲，伊有佫再要求到台北市社会局爱互这台地公办理公托监视器分段系统建制，而且佫用家己的公司去冒监视器一挂设备。检方今仔日也起诉7个人，望请法院甲因判重刑。议员这个有收钱吗？行路拜祭行动有淡薄无方便，台北市议员陈忠文牵涉到台地公弊案，毋但互人指控对于台北市警局施加压力，调整监视器网络传输费，案件还佫伫咧侦办，检方佫查到伊涉嫌利用职权，嘛甲社会局施加压力，趁机会得到利益。伫这部分成依照涉犯道理等罪嫌，19侦结起诉陈忠文等人。被告虽然承认部分犯罪，唯对图利等犯罪始终否认，除谢词狡辩、避重就轻，犯后态度显然不佳，故请予从重量刑。司法迫害。摆伫检后前大声发文往暗过陈忠文，互人发现涉嫌甲社会局施加压力，讲爱互台地公办理公托监视器分段系统建制工作。另外，佫出钱开公司，找人挂名负责人，甲台地公合作，承包提供监视器相关采购，用这种方法独立超过321万。总共台地公伫这个案件无互人查到不法，暗过检方批评陈忠文真高辩解，以大水库的理论推卸责任，佫嫌过失。建议判重刑。确实，过程当中我们也遭遇到了议员的一个关心，可是因为台之光事件的爆发，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仍未完成任何的签约。面对争议，社会局回应袂少公营中心捌发生监视影像毁损，毋再研究相关的建制，只是警用监视器网络传输，嘛是由台地公提供服务。不过费率的争议不断，业者佫放调讲要拍官司。我们的了解其实是现在警察局的回报至少就是相关的费率现在已经是我们用母约的费率来进行哈。台地公争议也互陈忠文官司定性，即届佫有即个案件先互人起诉。虽然伊伫顶上强调长期问政拢是关心妇幼，甚至佫讲身体出状况，去治疗蜂窝性组织炎，到即摆也无法度正常行路。不过法院到尾也是甲伊裁定继续羁押。记者综合报道。
全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讲到这菲律宾东方海边有一个热带扰动，风向可能会向琉球公国倒去，上近拜六的时阵会结做风台，23开始影响台湾。这正方面的北部含东北部较高落雨，也那交通部长李明干今日去到花莲视察铁路公路复原的情形，也要求这铁路公路若准雨落了伤过大，就要做封路停驶准备。也那这修复的材料也要事先款起来去。花莲台北线泰鲁阁福德寺因为4月初3地动路断几落站，交通部长李明干19起视察铁路公路灾害复建状况，5万年底前会当先开放中春寺到泰鲁阁口。不过最近可能有风台形成，恐惊会对铁路公路造成二次伤害。有请台铁还有公路局先做好相关的准备，像材料甚至货柜或者是钢轨等等。事先的预布，有需要抢修的时候，就不用再寻找材料或是运送材料，马上可以就地的来取材。如果雨量过大，就要先做好相关的封路或是停驶。气象署指出，目前伫菲律宾西面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已经形成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可能往海南岛的方向移动，影响台湾的机会较低。不过，菲律宾东海面的热带扰动，上近拜六有机会形成风台，向台湾东北部海面移动的机会悬。民间气象公司预测，热带扰动形成风台了后，以后少无色无雨路线，会伫拜二影响台湾。近方面，北部、东北部落雨变多，台湾周围的海涌嘛变强。偏强的西南季风大概在23号开始之后会为我们嘉义以南带来比较长时间连续性的降雨。那因为有比较偏强的西南季风，水汽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其他地区午后降雨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那这个北上的距离还有强度都是影响台湾附近降雨的这个区域，还有范围，还有大小的，所以整体的降雨的影响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发展的强度，还有路径的这个变化。专家表示，目前2个热带扰动加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形成风台，不过预测会各人行各人下，形成电源效应的机会低。气象署认为，菲律宾东海面的热带扰动上近有机会拜六形成风台，都要密切观察伊的走势。若说太平洋高压增强，无排除渐渐往台湾东方海面挖近，对台湾影响范围甲路线会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稍热，为特别避免这高温造成路港会有掉沙等等的热伤害，劳动部和桃园市政府拜5早起也举行高温危害预防观摩。劳动部也提醒讲，这8月开始呢，有新的规定，工地爱提供降温的设备，若准无者会罚3万到15万。不过，这工地主任就讲，这天气热翕翕，真侪人是做袂调，营造业欠工搁欠料是上界大问题。38度的高温，真侪工人伫日头骹搬帮毛、拔钢筋、甲洗乌拖仔机，无一时的时间，规身躯是大热汗、细热汗。伫工地拔钢筋的吴先生，伊讲伊伫工地做工，逐工互日头晒甲掉沙，皮肤溜皮是常在发生的代志。毋过伊嘛预防日头的撇步，亲像11点到下晡2点日头上猛的时阵，就是因工人休困的时间。一般是阮拢11点休息到2点啦，闪这个太阳的尖峰期安尼。无你讲遮热，因为光是站在那边10分钟的受不了啊！大部分安全帽一定爱戴嘛，但是有的师傅会用一个迄种纸板，用较宽的遮阳啦。大部分我们都提供会有冰水啦。因作业工地主任工会表示，台湾房地产市草真好，厝价一直起，欠工欠料一直拢是营造市场上大的问题。加上即阵啊烧热的天气，少年人做袂调，真侪人无愿意做即款粗重的工课。伊你环境遮歹的环境的所在要去做工课，你态度阁无好互伊的时，当然伊无要选择这个所在。上年纪的，你啊伫做这种工课，动体力的这种的工课，你即个拢平均拢50几岁啊嘛。天气烧热，为着避免高温造成劳工出现热伤害，劳动部甲桃园市府拜5早起嘛举行高温危害预防观摩，呼吁头家爱针对高温做好预防设备。劳动部嘛提起8月份开始有新的规定，工地爱做好降温的设备，若无会罚款3万至15万块。头家有责任做好热危害预防。记者狄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
来看彰化市的这中安街有一栋透天厝，昨下晡着火，火势烧甲真猛。这附近的这个光复路10间厝拢互烧着，加在是无人着伤。也若这光复路有7栋86克风格100年老厝互火烧着。文化局是表示讲，所有权人若认为讲这老厝有文化价值受到损害，会当提报文书审议。大火直直对徛街2楼冲出来，消防队赶去现场拍火。中华火车头附近的长安街一栋透天厝，十八下晡点外时熊熊着火，厝主一口15个人赶紧走出来，加在无人着伤。厝主讲，起火点是咧2楼，哪像是电风的电线出火星。哦，电风咧烧吓。几楼？2楼吗？2楼。彰化县消防局出动29台车，64个人去现场拍火，发现透天厝的火势拖起后壁光复路的建筑，规排徛架厝顶拢是铁板起的，火火烧甲变形落去，计共有10间厝互烧着。消防人员坐分推车对半空中储水，到暗时6点17分才甲火拍花，着火原因搁来调查。长安街的民宅2楼、3楼已经有明显的火焰窜出，那马上环视四周之后，发现光复路的民宅没有燃烧的情形。那因为光复路民宅，那顶楼是铁皮加盖，然后都是连通的，那所以这边有7间受延烧。根据彰化县文化局资料记载，光复路这7间烧连的建筑是100年老厝，在日本时代是台湾最出名的八卦型旅馆。战后一直到1970年代，也是当地最有名的旅社。虽然讲即卖已经停止营业，1楼租人，不过86克建筑外观永远真显目。如果说民众认为它的文化资产有文化资产价值的话，好，当然其实说，也许昨天有一些灾害有文化资产在民众这边第一方可以来主张，提报。文化局表示，100年老厝目前无文书成分，所有权人若认为有文化价值，佮受到损害，会当提报，后续会去现场了解状况，启动相关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美国民主党指控这次大选，因为这个选情无乐观，换总统候选人的声势也愈来愈明显咯。佮着为政治界大头，拢呼吁总统拜登要赶紧来换人选。美国也有真侪媒体拢讲，拜登上近1礼拜就可能会做出决定，将有可能是副总统胡锦丽出来选。感染情况长期隔离的美国总统拜登，比以前政府时阵拢更较孤立。真侪北洋驻情报员竞选团队成员，私底下拢认为伊爱放弃竞选连任，而且愈紧愈好。Folks, I don't walk as easy as I used to. I don't speak as smooth as I used to. I don't debate as well as I used to. But I know what I do know. I know how to tell the truth. 华盛顿邮报10日引用民主党内部消息人士的话，指前总统奥巴马私底下也认为拜登的选情真不乐观。这是为参与多数党领袖苏莫、众议领袖杰弗瑞斯、前众议议长佩洛西等20多位党两级人士，呼吁拜登退选了后，对拜登竞选连任搁一个沉重打击。另外，拜登竞选核心的决策人士向 ABC 新闻表示，真侪竞争经费大金主连续停止捐钱，经费来源出现问题，而且情形会恶化落去。美国前一间媒体消息拢指出，拜登上紧这周末就会做出决定，上可能接替人选是副总统胡锦丽。She is the most battle-tested and most well-vetted person out there. I mean, she has run for president before, and she served as vice president for 4 years. So she's been pretty well vetted. We are 110 days out from the election. And while many of us have been involved with these elections for every 4 years practically, nearly every time we will say, this is the one. Well, this here is the one. The most existential, consequential, and important election of our lifetime. And there is so much at stake. CBS 新闻公布的民调指出，川普支持率领先拜登5个百分点。另外，民调显示，那川普对手是胡锦丽，依然以51.48%领先。But you're already seeing this at the RNC, and the guy's not even elected yet, right? With J.D. Vance, where it's the talk of, well, he's the candidate in 2028, right? And he's the standard bearer, and they're already building him up. They haven't really done that with Kamala Harris, which I find kind of interesting. 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会伫咧全大会发表超过1.5钟的提名演说，若讲到枪案也批评现任民主党政府，伊是搁再强调家己是反对移民、反对力量。这场演讲有真侪无影无迹的信息，亲像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希望伊搁再当选。正影放油水部的美国前总统川普是慢慢行起咧舞台顶，陪伊的歌手朋友里格林伍德唱有名的家己做的爱国歌曲《天佑美国》，互现场的气氛是起到上观点。共和党全大会上尾一天，川普是发表提名演说，正式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来投入选战。伊一开场就先详细讲，伊家己拄着暗杀迄当阵的情景，舞台后壁的大型荧幕，佮展出庆祝流会的画面。川普讲家己真好运，捡倒来一条命。There was blood pouring everywhere, and yet, in a certain way, I felt very safe because I had God on my side. 川普嘛带领全场，替因为庆祝案无命的消防员默哀，感谢爱国人士的牺牲。伊呼吁支持者爱团结奋斗，嘛只讲灭假门官司是民主党对伊的政治迫害。The Democrat Party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weaponizing the justice system and labeling their political opponent as an enemy of democracy. 为了演说，川普是真少直接讲到现任总统拜登，伊中正共和党的复兴美国计划，讲是要减税、能源独立和去边境的关闭，来阻挡非法的移民。Meanwhile, our crime rate is going up, while crime statistics for the world are going down because they're taking their criminals and they're putting them into our country. 川普国家25年来，所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拢骂过一轮。伊讲家己会是当代第一个未发动新战争的总统，会想办法伫咧无共的国际冲突内面建立联络，嘛暗示拜登政府是破坏伊任来打造的和平。目前世界当伫咧准备开始第3摆世界大战的迄条线顶端。And now China is likewise circling Taiwan, and Russian warships and nuclear submarines operating 60 miles off the coast in Cuba. Do you know that? 这场超过1.5钟的演说，唔但是拍破川普家己伫2016和2020年的提名演说记录，嘛是美国史上上长的主要政党提名演说。川普伫咧发表的过程中，真侪摆拢无照顾来讲，其中包括几十个完全无根据的言论，甚至佫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希望伊佫一摆来当选。上长的演讲嘛，互一寡现场的支持者开始感觉烦啊。有评论就指出讲，除了前15分讲暗杀事件的内容引人注意，其他的部分拢无连贯性，互观众唔知影伊咧讲啥。公司新闻两眼翻译。讲到一般的安乐死，真侪拢是用注射的方式。不过，即马有一种安乐死座舱，咱人若准坐入去，开关甲饲落去呢，这5分钟到10分钟内，袂有任何感觉，就会当安安稳稳离开人世间。这欧洲国家瑞士就协助安乐死的组织，拍算要开始使用这款的座舱，这也搁再引起着法律和道德的问题。用白色甲紫色制作的床体外壳，内部造型佮特别符合人体的线条制作。这个亲像是太空舱的商品，实际上是利用3D 列印技术制作的安乐死家门工座舱，会伫未来几个月伫瑞士投入使用。We're looking to demedicalise assisted suicide because a psycho doesn't require a doctor to be in close vicinity. 这个座舱是伫咧荷兰用12吨投入差不多71万的美金，将近台票2328万做建发。伫2019年就捌伫媒体公开，原理是甲舱内的酸素换作氮气，这用气的内部空气的酸素含量，会伫30秒内为21%向降到0.05%，互使用者欠酸素死亡。They will start to feel disorientated, uncoordinated, slightly euphoric before losing consciousness. That's not death, but that happens within 2 breaths. They will then stay in that state of unconsciousness for usually an average-sized person around about 5 minutes before death will take place. 过去一般毋望安乐死的人会先经过精神评估，确认心理的状态，这是关键的法律要求。协助安乐死的团体最后的避难所表示，用这款仪器安乐死无任何的法律纪律，暂时已经有人伫排队等待使用。因如果伫今年年底对提供伫无医疗人员的监督之下，互申请者用这款仪器进行安乐死。如果会限制申请的人的年岁必须要满50岁，也毋过若是申请的人满18岁以上，却得着当兵。
呢，伊嘛被拒绝。另外一个共款嘛是协助安乐死的非营利组织解脱认为，所谓医疗辅助安乐死的协会，拢爱遵守瑞士医学科学院的规定。Vraiment, je ne sais pas si on va l'autoriser, mais je suis comme vous, je suis révolté d'apprendre que effectivement on puisse qualifier cette utilisation de torture. 瑞士是全球头一个合法实施被动安乐死的国家，在1941年就甲辅助自杀合法化。在无牵涉利益的前提之下，提供药物也是器具协助别人结束生命，伫瑞士是合法的。也毋过，这款自杀座舱引发法律甲协助死亡的道德争议。暂时，瑞士西南部外来邦的医生已经禁止使用这款仪器，伫其他邦是保留态度。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欧洲的这个中部甲南部，因为热流的关系，剧烈的温度升到43度，地区观光景点卫城临时关门，无要开放予游客参观。然而，意大利是有17个城市发布高温警报，连东欧的乌克兰温度也创新高，所以因为这电力设备予落雪较崩掉，百姓无电通好吹冷气。伫咧路看到真侪台大大细细发电机伫咧跑，当局伫咧路边喷水降温。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予俄罗斯轰炸，电力的供应只敢若剩去年的一半。只无16温度升到36度，创1931年以来上悬的纪录。真侪民众无电是真痛苦。Якщо в мене близько 20 годин на добу нема світла, то трошки охладитися хочеться якось. А на рахунок взагалі спеки, то це, мабуть, найжаркіше літо в моєму житті на даний момент. 科学家讲，人类烧化石燃料引起气候危机，予热天气更加接发生，时间拖更加久，温度也升更加悬。中欧加南欧最近天气就真热，希腊估计拜四温度会升到摄氏43度。文化部下令中昼12点到5点，甲知名的景点卫城关起来。真侪专工要来游客无法度入去。But a little upset that we can't go up and see the Acropolis on the only day we're here. So, yeah, not real happy right now. 希腊政府也下令，温度若超过40度，伫室外工作就要暂停。意大利是有17个城市发布严重高温的警报，估计有一寡地区的温度会到40度。当局希望老大人尽量踮伫咧厝内。罗马有游客就热到挡袂牢，走到特拉维喷泉地下城观光兼纳凉。Eravamo curiosi di vedere questo punto che non abbiamo mai visto, ma poi soprattutto per il caldo, per cercare un po' di fresco. Però ci interessava vedere proprio Roma sotterranea al fresco.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也对大部分的地区发热天气的警告，估计各地高温将会超过38度。这边的热天气也影响到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北部一座盐湖，甚至是大加大地。首都贝尔格勒更加经历150年来上热的7月16日，温度到摄氏40度。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讲到近去日本的这机场要出关的时阵，拢爱排甲路长，为着要缩短这入境的手续，日本政府拍算要推出事先通关新制度，明年1月开始会对台湾旅客施行。事实上，这款的事先通关措施，今年2月伫咧桃园机场飞去日本某几个机场也已经有试办过，迄当时台湾旅客使用率有90%以上。后继续来电日本入境检察员咧为去日本旅客进行事先通关作业，旅客要准备好护照相关入境申请文件，翕上辞职文，完成入境事先确认手续。到日本了后，确认身份等于就用快速通关。这是今年2月桃园机场对日本10个机场试办事先通关的状况。因为报道，因为愈来愈多观光客为明年1月开始正式对国外旅客推出事先通关措施，但旅客形容2月份的一个执行成效还不错。那我们后续会接到进一步的消息之后，我们还在做相应的处理。会有日本的入境移民审查官到我们这里出发地的一个登机门这边进行事先的一个审查。机场公司表示，过去已有试办经验，若确认会伫登机门前办理相关手续。常常被日本出场的商务旅客分享，其实这项通关措施伫2005年9月到2009年10月，日本伫韩国仁川机场甲台湾桃园机场也试办过。推广明年开始正式对外国客推出，形容伫台湾主要是看出咱的旅客消费力。很有可能是因为在2024年第一季的免签对象当中，台湾旅客人数排行第3。而且消费额最高的关系，
再加上明年1月开办后，正好会遇到寒假以及农历年假的旅游旺季，所以能够有效疏导入境排队人潮。优先试办的选择台湾的，表示呢，日本对于台湾的旅游游客的重视还有亲善旅行的记录呢，算是也是比较优良的国家。NHK 报道，今年去日本的国际旅客人数有希望到3500万人次，全年度消费也上看8条指标。另外，因为观光客大部分集中伫主要都市，日本政府也要求相关部会紧急措施，吸引游客去更加侪所在旅游，避免过度集中。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这30岁到45岁台湾人4个人内面就有1个有紧张抑郁的心理问题，所以卫福部对8月开始扩大15岁到45岁民众，今年有3届免费的心理咨询。今年未满40岁陈先生伫咧做业务主管，一共一个今年要读小学的囡仔。甲诚侪兼顾工作甲家庭照顾的3名伫世代同款，定定感觉压力真大。聚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稍微闲聊。那其实也常常听到说，你工作蛮顺利的，但是你会从他的跟我们聊天分享的过程中，会觉得他其实也蛮多心里面的一些压力。自己给自己很多传统女性的观念，还是要做好妈妈，然后太太，然后女儿的角色，觉得好像把时间都分给了所有的人，没有什么时间给自己沉淀下来跟照顾自己。卫福部统计，个人常常看到的精神疾病、忧郁加焦虑，以30到45岁人口成功率上悬。最近10年成功率是到25%左右。每4个人内面就有1个人有心理困扰的问题，所以扩大少年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将年龄的上限由30提悬到45岁。自今年8月开始，15到45岁青壮年族群，每1个人一年会当用3遍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同时服务也解释用个上网到地域的医疗诊所有效，唔免搁再一间一间敲电话。扩大举办到45岁，所以15岁到45岁的年轻伙伴或青壮世代，只要你有需要，有免费的3次心理咨商，后续还会有高风险的转介。那服务的民众呢，额外受惠的有高达525万人。如果你发现自己有睡不好、吃不好，然后心情不好，还有脾气不好的时候，可能就要留意一下，大概心理健康这个部分是一个提醒跟警讯。心理师鼓励青壮世代，若是伫咧工作或者是家庭的变化、人生的多重角色转化，加减会感觉未适加困扰，这个时阵就应该找专业的人员到相共，协助身心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要用偌济，咱要对待自然处偌济。真侪原住民拍拉的文化，就这款袂当提过量的环境保护概念，也因为时代伫咧演变，这款文化已经渐渐失传咯。即马林业署、家己分署、甲原住民合作合作，甲即寡自古以来拿年的智慧整理了后，编做一本册，搁再配合这古水多样，互民众来了解。掀开册古水儿童不多样，讲的是原住民造作拍蜡的智慧。现代环境永续发展概念同时行，真侪台湾原住民族自古以来拍蜡的文化，其实就真注重资源保护。林业署即马把这寡文化民俗编做一本册，传承造作传统生态智慧。附近的猎物它不猎，因为太近了，它必须要越过它的猎场，到达它的猎场，所以从猎场到家里背负的猎物，它不要很重，严格限制它捕获的量，它不会去超越那个东西。这本册是林业署家己分署参屏东科技大学甲造作部落合作，为2021年开始，访问30个对传统拍蜡文化熟手的部落拉人，整理因的拍蜡文化，而且出版。自然环境保护需要斗阵做，家己分署也甲部落密切合作，就造作的智慧来守护环境。也协助邹族成立邹族的猎人协会，那他们实质来进行所谓的狩猎自主管理。狩猎到猎物之后，他们要做回报。那透过这些科学的资讯，我们请学术单位来协助做分析。邹族他们狩猎的情形其实确实不会对野生动物有一些危害，甚至有一些动物它们还有微幅上升的趋势。林业署家己分署协助造作成立拉人协会，经过统计，证明因的拍蜡文化唔但自律，而且对环境无危害，甚至会当做到保护自然环境。
造作长老高德生希望，这款好的文化通继续传落。因也有透过拉人协会举办课程，伫现在继续把传统帕拉文化传承给少年人，以及文化也做到保护环境。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台湾乌蠅最近出现伫高雄的桃园区宝山里，也因为有这个农民的笔去风头提起，本地掠准讲是钓贼头，看监视器也发现讲这个贼头竟然是一只台湾乌蠅。这乌蠅除了偷食笔以外，搁伫咧门口乱扫。林业署、屏东分署也被呼吁民众，若准出现乌蠅，就要赶紧通报。高雄桃园宝山里农民17时落到一只蠅伫徛家厝外口乱扫，狗仔出来吠，农民才发现有乌蠅。伊连面想着讲，最近囥伫仓园的芳箱内面的芳笔拢互偷了，拄开始掠做是人头体，即马才知影原来是台湾乌蠅。因为乌蠅出现地点离社区干那500公尺，农民有淡薄惊吓。你在山区里面的话，它会攻击人类。我们跑也跑不赢它，所以是会造成一个部落很大的一个危机。尤其出现的那个地方哈，离我们宝山部落这个社区哈，只有大概500公尺左右。发现是乌蠅偷食芳笔，农民随通报给林业署。屏东分署指出，去年伫高雄发现乌蠅入侵的事件就有3件，宝山里这件是今年头一件。因为台湾乌蠅是保育类的动物，屏东分署嘛按照生态给付的计划发奖金给农友，有关伊的损失嘛会做补偿。到达发现乌蠅的通报，嘛有4位民众顺利摕到奖金。也发给通报奖金新台币3000元。有关茶农的蜂蜜损失，屏东分署也将会给予补偿。我们只要身上有携带一些发出声响的东西的话，那就可以避免大大的降低黑熊来靠近你的机会。因为生态变迁，即马台湾乌蠅生活的范围愈来愈挖近浅山，动物园主任嘛呼吁民众，蠅袂主动攻击人，掠准真正拄到蠅，会当发出声音，蠅就袂挖近。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你看他。高雄大寮前一阵有民众去这个龙洞饲这龙洞猫啊，出来造成居民抗议，是因为这个龙洞猫啊会愈来愈多，造成环境的垃圾，也有人骑乌多摆为着要闪猫啊出来出车祸。动保团体是认为讲，政府爱要求主人摕宠物增晶片，才会当对源头来解决问题。那我来这边喂猫，最主要是我是要喂猫。画面内底查某人甲当地的居民徛伫车路咧冤家，居民不满对方摕物件咧饲流浪猫仔。大寮后整理里长发现，饲猫仔的查某人明明住伫红山，这个月已经来遮饲猫仔几6摆。居民会遮尔生气，是因为伊拢甲饲料压伫涂骹，若环境垃圾，猫仔嘛愈来愈多，算算的有要10只。猫仔会掠破机车椅子啊，甲鸟鼠的尸体，嘛有骑乌多摆的民众，因为猫仔冲出来做新车祸。捡只队伍摔倒去带伊带1礼拜，吼，搁一个少年仔，愈啊规个手拢愈啊皮拢翘起来。你要饲猫无要紧，吼，你就是讲你家你猫只车你走较紧，唔免踮遮饲，吼，咱迄公园遐饲。针对民众饲流浪猫仔、狗仔，环保局表示讲，若是有污染着环境，会照废清罚罚1200到6000。其实今年到6月，高雄市总共收容1200只的流浪狗仔甲猫仔。动保团体认为，流浪动物会愈来愈多，是因为民众黑白放杀，认为政府应该要严格处罚放杀的人。政府伊最监管伊做无好，啥都做无好。伊植入晶片，他没有彻底的实施，所以有人饲到一半，伊就不爱饲，就甲弹出来啊，所以还有遐侪流浪狗。高雄市动保处表示讲，今年针对主人无替宠物装晶片，已经罚3件，也呼吁民众唔通黑白放杀动物。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踮伫咧国际学生比赛当中，有不少好成绩的清华大学赛车团队学生打造出碳纤维连坑。英国一个连坑爱3公斤重，不过一个碳纤维连坑一个干那684克。未来准备要安伫咧新一代跑车顶悬，除了会当减轻重量以外，也会当提升车的速度。莫达一发电动跑车对时速控到100，加速只要2秒7。
清华大学电动跑车过去在国际比赛中摕过袂少奖，即摆为着减轻车身重量，团队开发出碳纤维的电拉轻，重量对原地3公斤，减到684公克，连还未满3岁囡仔拢会当轻轻松松提起来。那全部上面的包含材料、包含模具的设计，全部都是我们学生自己设计、自己打造。那在模具的设计方面，这个轮框的制作是以铝模的2片式的结构来做模具的设计，最后这个框其实可以达到684公克的这个重量。会很期待，因为可能我们换成10寸的碳纤轮框，相信在驾驶上面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除了冷轻以外，团队搁伫驾驶座后壁增光学雷达，利用电脑去加速演算，提升分辨车道的准确度，买当用来模拟车辆赛的状况。今年我们换新的 LiDAR， 解析度比之前提高了3倍左右，但同时我们的演算法也需要一并的提升来跟上这颗 LiDAR 的速度，让我们可以在电脑里面模拟这台车的运行的状况。团队指出，还未装碳纤维的车身以及冷轻，车的重量是260公斤。完成测试后，车身至少会当减到200公斤以内。希望未来会当为台湾在国际比赛当中速度变紧，继续冲出好成绩。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台湾伫咧巴黎奥运的跆拳道项目，只有顶一届的东京奥运铜牌刘嘉玲摕到参赛资格，也因为这个旧伤伫今年初变更较严重，刘嘉玲今年是无参加任何一场的比赛。伊头一场正式比赛就是奥运，虽然讲是有压力，不过伊也真希望讲会当拼到奖牌摕到回来。简单热身，刘嘉玲就好将近30台摄影机为每一个路线。虽然讲去年杭州亚运进前各混媒体质已经同款的经验，不过这摆这么大的训练场，只有刘嘉玲甲团队伫个备战奥运。上一次可能就是带着比较放松的心态，那这次主要还是有压力啊，然后自己也非常的期待，然后也有一点点兴奋，就是又要去征战奥运这个舞台。身为台湾唯一得到巴黎奥运跆拳道资格选手刘嘉玲先前压力一定有，不过教练刘聪在一直认为，爱豆的心理素质其实袂歹。因为他就是有点傻大球，这就是这样，就上去我就打嘛，输了我就哭嘛，赢了也哭就这样。我现在是怕伤势对到他的心理状况的影响。其实刘嘉玲的技术锻炼6月初才开始，因为在这进前，倒脚踝疲劳性骨折需要时间复原。这是蛮有压力的啦，因为就是剩下100天的时候，然后就是还拄着一个拐杖，但是就是有跟医生，然后还有物理治疗师配合，所以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回去看一下医生，然后恢复一下状况。刘聪达教练用健康去奥运为目标，今年去奥运进前，无让刘嘉玲参加任何比赛，是爱加速身体修复，爱加食物件。结果体重比参赛57公斤超出袂少，而且最近尿性悬为183公分，悬到184.5公分。一长高1公分又要多2公斤，我说你这降体重，他每次体重一过，我说耶，我就打赢第一场的感觉。我们有营养师的介入，然后出发的时候就是剩0.5至1公斤，这样我们就会比较好控制他的体重。爱用上爱训练爱体控，为了让刘嘉玲更较安心。6月中出发去奥运进前，教练特别请伊的爸爸罗南课训中心陪练。不是讲很多话，但是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帮他疏解他那种紧张的情绪，这样子。奥运最后倒头算兄哥爸爸拢伫身躯边，出去进前也有无比赛。虽然目前有个比赛签票正个，不过刘嘉玲甲团队希望，结果亲像兄哥亲手做的海报同款，关关难过关关过，用得金牌。自己也是会希望，就是可以真的拿到银面牌，然后替跆拳道也是争一口气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看咱台湾18岁健力选手陈雨琪，今年参加亚太杯健力甲经典健力锦标赛，摕到第1名综合金牌，打破亚洲青年的纪录。陈雨琪是阿嬷家请养大汉的，也佫有家父中心来家斗3工，互伊会当买运动装备去参加比赛。陈雨琪也讲，伊会继续练习，希望未来会当为台湾摕到更较好的成绩。中学做躯牙的动作，
但有期为高中3年就开始练习亚当练，高中2年时转去练健力。经过绵耐练习，今年5月头一届以国手的身份参加亚太杯健力，7月阁去参加经典健力锦标赛青少年男子组59公斤，摕到区亚、体亚、体亚第1名的综合金牌，打破亚洲青年的纪录。就继续努力练习，然后往世界纪录迈进。对，拿到许多的奖金，可以为家里负担一些经济。但有记讲，伊是阿嬷甲车养大汉的，平常时就是靠阿嬷做山工甲做事来补贴所费。当初时开始接触健力比赛，包括区亚的衫、腰带甲功夫鞋等等的装备，拢是靠阿嬷甲斗相天。即摆看到伊有好的成绩，感觉真安慰。做工甲做田，田地工做的，做来做田，拢来做，做就栽培因欠爱用啦。算讲，只有咱爱节省啦。与其成功告诉孩子们，只要有梦想，只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的，一定有机会会成功。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婚礼的家父中心表示，陈武基是因咧帮助囡仔，sau落来一起读台湾体育大学运动休闲学系，除了会提供2万块的奖金，互伊做生活费。未来伊若是有需要买装备，嘛会当甲补助8成，希望伊会当继续为梦想打拼。记者王伟雄婚礼报道。伫咧捷克南部的小镇定耳基保留真侪这15世纪、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各种风格建筑物，因为保存甲真完整。这定耳基伫咧1991年，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作是世界遗产。含其他景点是真无共款，这观光客会当讲是真少，真对着这城市的地理，因家己有家己的方式。市长也表示讲，上重要的就是过好这市民的生活品质。捷克跳去市中心的广场，规排彩色水和秀面拢无共，随间哪像在看红仔册。上天台湾的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就是住伫遮，真侪徛街讲堂、城堡顶顶，拢是自15、16世纪保留到呾。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有布洛克风格的，有加菲风格的，嘛因为保存甲真完整，跳去伫1992年，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作世界遗产。Bořit a stavět něco nového je velmi jednoduché, ale uchovat to podstatné, to důležité, to, co nám naši předkové nechali a starat se o to, to je, si myslím, co bychom měli dělat. Tourists for Telč are good because they can visit our town and Telč is a very beautiful town with cultural history. 市长表示，跳区的居民文化认同真悬，多数人拢希望会当保留城市的文史，才无翻新做现代的建物。而且，这些历史建物拢是私人财产，要具历史用。居民认为，维护文化是因的骄傲，政府的帮助是占真少。这和台湾的观念并起来，多数总是希望由政府来维护历史建物是真无共款。另外，为着要让居民伫遮会当好好过生活，市府在散步的河边嘛拢有设置种册椅啊。Toto je takzvaná čtecí lavička, kam můžete přijít, vzít si knihu, posadit se a v klidu si zde číst. Knihu si můžete půjčit i domů, potom ji vrátíte nebo přinesete i jinou knihu, zase někdo jiný si zde může počíst. 跳出4颗围后山的湖包围，市长讲设这种椅仔，就是希望民众会当哪看册，哪欣赏大自然。伊讲跳出虽然无像一寡历史观光景点有过度观光的情形，伊希望透过各种公共设施，互住伫遮的人会当保持好的生活品质。Nejdůležitější pro každého starostu jsou místní občané. Především ti se musí ve městě, ve svém městě cítit dobře, protože jsou tam doma. Turisté jsou tam opravdu jenom na návštěvě. 跳出市长对城市的治理是希望讲发展观光的时阵，同时嘛就要兼顾人民的生活。伊希望讲咧住伫遮的居民都会当继续享受因的生活。伊认为这是每一个做市长的责任。以上是记者卢尚书、柯炳哲伫捷克的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6度。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8度到35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